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啊，所有的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呢，利用早上的时间跟各位大家来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你们大家都所熟悉的李炳南老师，他住在台中，创立了一个助念团，对整个社会或者是一般念佛的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记得我在台北佛教同修会，我们推动这种佛教工作，有些时候会有阻碍啊，很多挑战。但是很奇怪，李炳南老师往生了以后，隔了差不多将近1个礼拜，我在梦境之中才看到他本人了。因为他在世的时候，我都没有那个因缘，没有那个福报可以亲自去参访，我觉得非常遗憾。但是没想到他往生了之后，我才看到他在梦境之中，他老人家来告诉我说：“广信法师啊，我告诉你，助念啊不可以中断。”这样。太神奇了，因为他本身在台中也是在推广往生助念的神圣工作，那他就告诉我说，你们在台北推动这个事情呢，也会影响到所有众生以后的慧命。如果你能够做得很踏实，以后会影响很大。希望我不能够中断，这样我很感谢他。所以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何方神圣啊？”结果在梦境之中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我是李炳南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是李老师，李老师。哎呀，我们仰慕很久了，崇拜很久了，都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参访。今天在这里见面了，太开心了。”他只有跟我交代这几句话，完了以后，唰一下子不见了，我就醒过来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原来我跟李老师同样都是走往生助念的工作。李炳南老师他继承了印光大师的净土法门，他有很多弟子啊，往生的时候啊，瑞相非常之多。其中呢，有一位老菩萨，80岁了，是一位乡下的老妇人，她不认识字啊，她也不会诵经，身体也不好，而且又遭遇到车祸，根本就无法外出啊，就在家里面念佛。她往生火化以后呢，全身都是舍利啊，5颜6色的，像水晶一样的透明呢。因此呢，很多弟子都在期待说，他们的老师如果往生了，应该是惊天动地的吧。结果呢，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往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瑞相，只是很安详的躺着，也没有闻到什么香味，或听到什么天乐了，都没有，或是说看到什么佛来接引啊，或是看到佛光出现啊，都没有，一切都很平常，很平淡。但大家都很期待啊，希望能够出现种种的瑞相感应。所有的弟子们就合起来助念，不只是24小时啊，而是49天。这49天之内排班助念呢，从不间断。火化的时候仍然念佛相送，现场又念了大概24小时。骨灰出来，大家非常期待，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舍利子啊，但找了很久，依旧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只好勉强的把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颗粒啊，当作是舍利子捡起来供养。后来他们这些弟子们才明白，这就是李炳南老师他往生前讲的很平实、很平常、很平淡、非常平凡。往生也不是靠着瑞相来证明的，不是，能证明我们往生的，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曾在因地的时候发下了众生念佛若不生者，我不取正觉这种誓言做证明。有诸佛啊，就告诉我们众生称念必得往生的证明。平生或者是在临终，无论有没有感应，实际上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啊。所以对于念阿弥陀佛这一件事情来说，念佛成佛才是最大的感应啊。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念佛成佛而来服务的，都是阿弥陀佛为了让众生安心的念佛，一种方便法
法而已。所以你看善导大师最后他讲了一句话呀：莫论弥陀摄不摄啊，就说你不必讨论阿弥陀佛到底救还是不救，不必讨论，意在专心回不回。重点就在我们念佛的众生，你到底要不要到西方？你回不回去吧？你到底回不回去？但要回心决定相啊！你如果回去的心已经是明确的、笃定的，不会三心两意的，非常的坚决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临终弥陀自来迎呐！阿弥陀佛一定在你临终最关键的时刻来给你接引啊，让你顺顺利利的、安然自在的就到西方。不是以外在这些形象来作为他到底有没有往生，不是的。所以你看李老师，他平常做人都非常平实，非常的平淡，非常的平常，非常的平凡。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，老师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标杆呢。他完全没有其他的那些瑞相，但是他安然自在的，非常喜乐的就到了极乐世界。这个才是我们最好的保证，念佛成佛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利用这个因缘来把李老师的那样一个过程呢转述给大家听，让你们大家都了解。我们一定要建立信心，这个才是根本。念佛是往生的根本，信心是往生最重要的因素。要有信心，其他的都是附带的，我们不必太在意。重点就是你信心有没有建立起来。今天我们利用这样一个李炳南老师的经过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